谢你，你赐予阮有唱歌学乐你的恩典，诚做你所用的要来学乐你。这是阮奉献微小的金钱，做教会事工，求主你来悦纳，嘛赐福每一位兄弟姊妹。安尼祈祷拢是靠主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暗要来读圣经，今仔所要读的是诗篇34篇第1节到第3节。诗篇34篇第1节到第3节，我来读就好。第1节，我要不时称赞上主，我的嘴要常常学乐伊。第2节，我的心神要夸口上主。困苦的人听见嘛会欢喜。第3节，直到我称赞上主最大，做伙尊崇伊的名。下面要来献诗，时间要来献诗。
咱着来吟诗，吟诗无耶和华。咱着来吟诗，吟诗无耶和华。唱出大欢喜的声，唱出大欢喜的声，好多亲求咱的招伴，好多亲求咱的招伴。咱三甲到主的面前，咱三甲到主的面前，感谢我，感谢稳定，感谢我，感谢稳定，感谢稳定我。咱三甲到主的面前，咱三甲到主的面前，感谢我，感谢稳定，感谢我，感谢稳定，感谢稳定我。咱着来吟诗，吟诗学了耶和华，唱出大欢喜的声，唱出大欢喜的声，好多亲求咱的招伴，好多亲求咱的招伴。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我毋知影今日咱来做礼拜顺，甲咱过往每个礼拜的心情是毋是拢同款，还是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吗？牧师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欢喜。咱过往每礼拜只是诗班一首的献诗，但是今日有特别，咱有5条的诗歌要来献，拄才已经献了3首。今日咱为虾米第一堂要来举行叫做圣乐的崇拜？咱教会伫大堂过往每届怎一个月有第5礼拜阵，咱拢有举行圣乐的崇拜。但是咱第一堂一直无感谢主我过去甲诗班的指挥建中老师甲咱的班员有安尼的鼓励讲，如果咱第一堂伫建届第5礼拜阵，咱是毋是会当来举行安尼圣乐的崇拜？总是上帝听咱的祈祷咱兄弟姊妹有安尼的信心甲热心，愿意咱会当今日算讲第一堂头一遍来举行这个圣乐的崇拜。为虾米要来举行安尼的崇拜？毋是讲大堂过去有安尼举行，乃是拄则
咱师会素丽姊妹所读的诗篇34篇第1节甲第10节遐有讲到，今日要来举行圣乐的崇拜，会当讲有一个原因，嘛有一个目的。什么原因呢？咱拄所读的这个诗篇内底呢，已经有甲咱讲到原因是啥物啦？咱就是要用这个诗歌要来从啥物？要来敬拜，要来学罗咱的主。咱的主是值得咱时时来称赞甲学罗的主，因为诗篇34篇才已经有讲过咱拄有听到我搁念一解，大家来听看卖，是毋是？咱应该照着诗篇这个话语所甲咱教示的，甲咱勉励，甲咱鼓励，讲我就是咱台语堂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不管你是毋是诗班的班员，还是你无参加，咱每个兄弟姊妹，咱拢安那，我要不时称赞上主。你是袂也袂，兄弟姊妹，你袂也袂，袂嘛所以咱拄有诗班的班员，咱今日嘛来做礼拜假讲要称赞上主是啥物时阵？不时，毋是讲每个礼拜咱来台语堂崇拜这时间，咱才来学罗称赞咱的上主。诗篇的作者诗人甲咱讲是不时，不时是啥物时？随时24小时。我伫新学院问过一个老师讲，老师是要哪祈祷？敢若圣经问答用主耶稣共款。我的老师安那甲我讲祈祷的时是随时24小时所以呢，有一篇文章迄个作者讲伊啥物时阵你祈祷透早起来你洗面的时阵你祈祷讲求主甲我心洗清气安尼一天就开始甲暗要困之前，随时拢会当来祈祷像共款，咱啥物时阵会当来称赞咱的主不时随时拢会使伊讲我的嘴要常常学罗伊搁问一解兄弟姊妹，你袂也袂？袂感谢主，咱诗篇的作者安尼甲咱勉励咱就要不时来称赞咱的主咱常常来学罗伊的圣尊名第2节讲我的心神要夸口上主，毋是讲咱喙咧讲尔，咧念尔，咧唱尔，是要发自咱的内心，我的心神要因为要来夸口咱的上主，要学罗伊的名，所以毋是干那讲，就安尼唱出来唱的比讲的较好听，敢毋是安尼所以诗篇个这个作者安那讲当咱安尼的时阵咱不时咧学罗称赞咱的上主我的嘴要常常来学罗伊的时阵我的心神足想要来甲咱的主安尼伊的圣尊名安尼甲伊宣扬出来的时阵连困苦的人听见嘛会安怎？嘛会欢喜。就已经足困苦、足郁卒、足忧闷但是因为咱安尼做，互人听到、互人看到，遐个人安怎？心嘛缀咱咧欢喜安尼。传扬福音毋是讲安尼去外口拍锣弄鼓举放送顶咧广播用啥物叫做宣传的方法，叫人来信耶稣，这嘛是一个方法。但是呢，如果咱发自咱的内心实在，咱来真正是要来称赞咱的主，学罗咱的主，要夸口伊的名，当安尼的时阵，别人会感受到咱是真真正正的基督徒，咱是真真正正一个爱主的人，咱愿意把咱的生命献给主，跟对伊。当安尼的时阵，连困苦的人听到嘛，会甲咱共款来欢喜。所以第3节这个诗篇的作者安尼甲咱勉励讲就甲我这个我就是诗篇的这个作者讲，就甲我安怎来称赞上主最大，尊主为圣做伙来尊重伊的名。所以咱今日台语堂来举行安尼的这个圣乐的崇拜，原因是照着诗篇的作者伊所讲的。不只是原因，这嘛是目的所以呢，咱今日通过诗班拄所唱的歌这3条歌甲诗篇的作者的经文，拢安尼甲咱讲
拢安尼甲咱讲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今日通过安尼圣甲嘅崇拜，求主互咱的兄弟姊妹，咱不时咱就常常安怎，着来从啥物吟诗来学老主。所以今日礼拜做煞，要安怎转去？咧路的就安尼吼，嘛是安尼音乐声就走出来啊，就分鼻啊，吹口哨。我收到一个赖的这个图面啦，一个画啦，一个地鼓。地鼓呢水你甲伊烧啊，伊讲啊，咱做人就爱亲像学地鼓共款。顶礼拜讲烘炉地鼓。我甲你讲的慢慢一个地鼓。这个地鼓是安怎？伊讲啊，迄个火安尼甲你烧安尼，安尼不是安尼烫要死但是即马现代地鼓甲古早的地鼓无共款，现代的地鼓水要滚的时阵安怎？哔啊，较好听，迄制作的人较贤的迄哔啊，会当连安尼生活当中遮尔艰苦啊，咱还佫学地鼓共款佫会踮咧遐咧吹口哨安尼生活佫较艰难嘛会得过啦。不只是安尼，因为咱心中有主，心内有主，咱的主会当帮助咱跨过所有人生的艰难。所以呢，诗篇23篇啊，毋是咱拄啊迄个课文，是诗篇23篇啊。台笔的诗安尼写，我念大家听，这大家拢应该是正式的一首诗篇啦。伊讲啊，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半项。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互我心会开力。为着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袂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款待我做贵宾，听我的杯到满出来。你的恩典、慈爱。一定一世人甲我做伙，我要永远踮伫上主你的厝。这个诗篇23篇，诗人伊对上帝的明白，对上帝的倚靠所发出来伊的心声，真做遮尔水的一个诗篇。所以今日咱拄啊下这个诗班所唱的讲安怎？拄则迄敢若走去所唱的。已经发出共同的邀请，不管是诗篇、诗班，拢甲咱邀请，兄弟姊妹，咱就爱来吟诗，来学老主，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是咱至好的朋友，有时咱虽然经过清净的好甜，遮尔好，人生遮尔美好，但是人生有当时毋是干那安尼尔，有时嘛安怎？拄着规群向恶的对敌，但是不管是如何，拄则诗篇的23篇安怎讲？搁较讲，咱行过死荫的山谷，咱嘛免惊吓，因为咱的主有甲咱同在。所以毋茫拄则通过诗篇，不只来表达咱信仰的坚定，马上通过安尼诗篇，咱将来8月17要踮咧大门口，对毋对？12月要去嘉义，我毋知影明年上帝有安尼恩典无？我毋知兄弟姊妹，咱有安尼的信心，甲会安尼的这热情无？如果愿意，无定着咱台湾头会当走台湾尾，只要有需要，咱的所在咱会当去。甚至咱是毋是有机会互咱建中老师带咱去国家音乐厅来演出嘛？有可能的这毋是讲大家笑笑的甲大家拢甲阿伯仔汉的太太共款，踮遐偷笑。明年你就知好，咱继续来听下骹2条歌
找到了。上帝听世间听世间人受死伊都是心惊，受死都是惊，也叹世间路，世间受死伊都是惊，受死伊都是心惊，受死伊都是心惊。那是你的人，那是你呀，那是你的人，是你的人。不免定论，不免定论，要得着永远活命。为得着永远活为命，得着永远活命，为得着永远活命，永远的活命，永远的活命。为得着永远活为命，得着永远，为得着永远，为得着永远活命，永远活命，永远的活命，永远的活命。为得着永远活命，为得着永远活命。伊若是你的人，就不免定论，为得着永远活命，为得着永远活命。伊若是你的人，就不免定论，为得着永远活命，为得着永远活命。
遮尔赞的指挥，带领着遮尔赞的诗班，唱出遮尔赞好听的歌声。如果只是每礼拜伫环堂301的教室内底，互咱即几个兄弟姊妹听到，是毋是会真无彩？真正是可笑。过去已经浪费遮尔20-30年啊！所以咱今日台语堂头一遍来举行安尼的圣甲崇拜，我拄仔讲，不只因为诗班，也是诗篇，已经甲咱提醒啊，咱着爱常常来学罗咱主的圣尊名。不只是安尼一个原因，我拄仔讲，咱台语堂，希望未来如果有可能，咱每第5礼拜的时阵，拢会当安尼来举行即个圣乐的崇拜。除此以外呢，咱是毋是会当求上帝甲咱找应？因为拄则所唱的2条诗歌内底，头一条讲到咱的上帝听咱世间人，即个世间人也包括了在座的你甲我。上帝听你，也听我。听咱逐个人，甚至嘛听到如今也无明白伊来挖过伊的世间每个人，不管是你熟悉的真正朋友，也是无熟悉的咱台湾人，也是世界各国各种人种的人，拢是上帝所听痛的。咱拄仔诗班所唱出来的歌，已经嘛安尼来表达啊。所以我拄仔讲，咱台语堂今日来举行即个圣乐的崇拜，即个目的毋是干那讲继续咧即个3课的教室安尼尔。我拄仔讲到讲，咱8月17要去，毋是要去啦，行出门口就是啊。但是咱下半年12月呢，就爱坐火车，去甲家己。我拄仔讲，台湾虽然无讲介大啦，坐一日应该是1000外公里尔啦，乡镇嘛是毋是319个，我毋知啦，有正确无正确无要紧。重点是讲，如果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咱也有即个心，咱愿意，因为咱知，咱会当去听别人传扬即个福音，是因为咱知影，咱得到上帝听。如今咱真做上帝儿女，拢是上帝予咱的恩典甲慈爱。如果咱愿意，会当唱出拄则，最后这条诗歌，这个爱的礼物，咱已经大家拢得到啊，对毋对？兄弟姊妹，你得到还未？咱台语堂要来举行这个圣乐的崇拜，我拄仔讲，毋是干那要踮咧这个所在，大家安尼欢喜快乐就好。希望讲咱会当嘛用诗歌来做伙。来做一件代志，就是来传扬主。我拄仔讲传扬福音真侪方法，咱教会嘛真侪兄弟姊妹真热心，伫一寡事工当中，因伫服侍主。总是上帝每个人的恩赐无相共，上帝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特别诗班的班员，遮尔爱唱歌，逐礼拜咧练习，比大堂的诗班搁较用心，搁较付出，因每个月甲一遍的啊。咱逐礼拜伫即个所在，虽讲咱人无多，但是总是咱愿意来坚定，来倚靠主，来学罗主，希望咱会当来通过上帝予咱的来传扬主。保罗讲，上帝是照着咱所有的，毋是照着咱所无的。敢若讲我落地啊，房子空空。我要安怎去帮助别人？我一定爱落地啊，安怎足饱的才有可能摕出来嘛。但是嘛，一定要有迄个愿意的心才摕出来。所以呢，上帝予咱兄弟姊妹，予咱台语堂有即个诗班，促使上帝恩典咱，愿意使用咱，咱也回应上帝予咱的恩典。我拄仔开始做梦。这个梦敢有可能有一天会达成？就来看咱建中指挥老师是毋是愿意带领着咱台语堂的诗班，
哦，啊骹是伫咱的身躯顶对无？哦，毋是讲牧师叫恁去就去，是你家己爱愿意，哦，所以我拄仔讲，今日通过咱第一堂即个圣乐的崇拜，通过诗篇所讲的，通过咱拄仔所唱的即几条诗歌，望哦，上帝会当来使用了咱兄弟姊妹，哦，共款即个诗篇34篇讲，我要不时来称赞上主，我的嘴要常常来学老主。哦，我的查某囝，有当时啊，你暗时啊，转去厝，你洗身躯的时阵，啊去浴室吼，啊你洗身躯了，哪洗就唱歌唱出来安尼啊。啊最近哦，安尼看卡通一寡迄啥物歌吼，耳机安尼个藏的吼，因为别人无听，你房间唱啊足大声的啦，一直练，然后我学你安尼遮敖练吼，你是毋是该录起吼，该播出去安尼吼？兄弟姊妹。你的心是毋是要愿意来夸靠咱的上主呢？吼，拄则第二节尾后才讲，我特别甲安尼用青色甲mark起来吼。困苦的人听见呢，吼嘛会欢喜。我拜五咧参加一个团契的时阵，一个大学的教授啊，伊分享过啊，分享着讲哇，即摆大学生无共款，不只是现代大学生啊，伊讲现代人不是台湾人，全世界现代人。伊讲得到精神这方面的病的人啊，愈来愈多啊！啊，现代毋是物质愈来愈好啦，但是为什么人的心灵是遮尔啊空虚，找无人生的方向呢？困苦的人实在是非常的多啊！如果咱兄弟姊妹，咱愿意来同心，有当时咱一个人毋敢去做某样代志。但是咱一群人，咱就会当来做，咱就敢来做，吼，有勇敢的心，求上帝予咱有勇敢的心，吼，会当，吼，照着诗篇作者安尼甲咱讲，着甲我称赞上主最大，吼，做伙，大家做伙来安怎尊重伊的名。所以咱今日圣乐崇拜举行了后呢，哦，继续就是我拄仔讲，备办咱8月17，农历的7月14。家人咧放水灯，我印象上深，因为我迄阵啊咧对阮太太的时阵，迄阵啊毋是我太太，阮女朋友的时阵，哦，因家人7月14放水灯，一定爱去敢若看老练、行老练，有回家安尼行来行去。哦，迄阵啊去家人拢会走去中正公园，有一个足大仙的啊，吼，徛伫迄个所在啊。迄阵啊我拢啊袂捌耶稣嘛吼，啊，迄过去故事足侪啦吼。但是我自从我信耶稣以后，来思想，我过去传统当中的一寡人，即马现在搁伫迄款的状况当中，安怎会当甲福音传落因呢？吼，我的老母啊，甲我老爸啊，因要信耶稣，我拄啊信耶稣的时阵啊，足热心的，转去厝就是讲啊，老爸老母你也信主，讲到尾啊，阮老爸足生气的，吼。讲啊是讲，即个囡仔去信啥物耶稣啥物吼，讲到尾吼面红耳赤安尼吼，我后来转啊厝拢袂讲福音啊，因为吼见解开嘴讲落这，啊，搁要拜拜，明明吼，阮老母因咧拜拜香炒的迄个肉炒的迄个菜顶丸，香会安怎？会落去菜嘛？阮老母也讲这无拜过，啊明明迄拍迄一点红红，啊边仔有香菇，伊拢无拜过，叫我食。我不爱食，讲啊，老母煮的囡仔不爱食，足不好的。我迄阵啊，凭着心真就该食。阮老母、阮老爸要信耶稣，无可能的代志，吼。但是无可能，你上帝就有可能，吼。后来阮老爸老母分别嘛拢信主啊，吼。但是这必须要付代价啦，吼。这故事另讲才讲，吼。所以我拄仔讲，今日咱第一堂啊，要来。举行这个圣乐崇拜，望讲通过诗篇34篇，啊，通过诗班拄仔所唱的这5条诗歌，哦，特别最后我拄仔讲，上帝听咱世间人，你甲我，咱会当得到这个礼物，会当得到真的自由，哦，赞美，吼，恭敬，吼，拄仔爱礼物上尾啊迄句话，咱已经得到啊，兄弟姊妹，咱嘛爱去分享出去。望讲兄弟姊妹。咱今日头一遍的圣乐崇拜，吼，未来
如果有可能3个月来举行一遍，哦，咱会当伫即个第5礼拜来做一寡见证啊，哦，甲咱的信仰，来表达出来、讲出来，哦，讲分互别人小听一下吼，互咱台语等兄弟姊妹听到，咱嘛有机会，咱出去到外口的时阵，咱会当来讲一寡见证互别人听。我5月啊，过去5月去绿岛的时阵，甲绿岛的牧师讲啊，绿岛的家教啊，如果咱要去做绿岛的家教吼，会当会当做啥物事工呢？伊讲啊，会当做2种，一种是讲啊，甲个人的需要会当甲安尼陪伴甲伊讲话啦吼，甲伊讲这较特殊啦吼，迄嘛爱特别安排时间。另外讲啊，甲通常是讲啊，因遐一寡人吼会去大礼堂啊，你去遐演讲，吼讲你的见证。我讲见证，但是迄个牧师甲我讲啊，你要去教讲见证，毋是讲你的见证就讲，逐个就要听。你爱讲啊，因听了心内会回应的见证啦，特别是讲你过来人迄种见证，因遐人听甲会入去啦，所以讲啊，每阵人拢无共款，无相共，但是我相信上帝互咱兄弟姊妹每个人，伫即个世间，总是有人传福音，伊绝对袂听的。但是总是有人就是因为你，伊会当因为安尼明白耶稣，来信靠耶稣，我拄仔讲我的爸母，我感觉讲啊，我家己无法度带伊啊来信主，一定要通过别人，但是上帝就是讲要通过我，所以呢，上帝叫我爱付迄个代价，我拄仔讲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故事灵感我讲互大家听，我相信今日咱大家等兄弟姊妹，如果咱愿意。咱无一定讲亲像有一个诗班叫做宇宙光百人大合唱，遮尔济人啦吼。上无咱即摆已经嘛有10通人啊，对无吼？如果咱搁坚强，即个阵容搁甲伊加强一下吼。感谢我拄仔来台语堂的时阵，也无明白咱的陈教授甲即个吕老师吼。感谢主，雄雄安尼1-2个月前会出现到伫咱台语堂。我讲台语堂嘛有即个4重唱哦，4重唱免乐器咧吼。原来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大家拢深藏不露吼。我相信在座嘛真侪人有真好的文字啦吼。咱会当用唱的，会当用讲的，嘛会当用演的，嘛会当亲像牧师共款来用讲一篇信息互别人听，拢会使。只要咱愿意，大家合作，同心合意，来做伙，传扬主的福音，互世间人，80亿啊！咱无一定讲咱世间80亿人，咱拢拄会着啦。总是上帝伫咱的四周围，随时有一寡咱熟悉无熟悉的，每一工拢会当甲咱相遇，咱会当去拄着，保罗嘛甲伊讲啊，不管着时无着时，咱就是爱来。传扬见证主，感谢咱诗班的班员，为了咱今日的信甲崇拜，备办了足久的，比平常甲加倍搁加倍啊，加5倍的练习啦，莫讲安尼唱一届无去啊，遮个诗歌咱咧8月17嘛有真侪条要继续唱，甚至8月17的诗歌搁较侪，咱今日啦最后因为我牧师无参加诗班即个。嘴巴咧猫吼，所以呢，无选即个圣歌谱的啦吼，就选了一条台语的诗歌，叫做《无限的爱》啊，甲大家来唱大家来唱。大家有听过唱过无？要唱之前，咱搁复习一下拄仔所讲的吼。为啥咱要来举行圣甲崇拜？用诗歌来敬拜俄罗伊啦吼，咱就常常来吟诗来俄罗主吼。为什么咱今日要来举行圣甲崇拜？要用诗歌来做伙来传扬主，上帝听你我咱就爱知恩感恩，把这个恩典莫藏起来，爱分享出去，把这个上帝无限的爱唱互人知。好，来，心佩。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斗阵行，灵中有你甲我来作伴，
脚步有你的引带。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斗阵行，林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我的爱，予我机会对头来，明日只袂伴我走天涯，耶稣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主耶稣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主耶稣是完全的爱。请咱今日同齐来唱来。主，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斗阵行，林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你是我的生命，风雨当心斗阵行，林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脚步有你的引带。感谢你对我的爱，予我机会对头来，明日只袂伴我走天涯，耶稣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主耶稣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主耶稣是完全的爱。我要大声唱，予人知来，我要大声唱，予人知，主耶稣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主耶稣是完全的爱。请咱同心压头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主，阮知影，阮如今会当成做你的儿女，拢是主你怜悯阮，予阮的恩典。但愿主今日通过第一场的礼拜，这个圣洁的崇拜，予阮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更加来不禁来思想主阮所得到你的听，会当来愿你来分享出去，你予阮的这个一切恩惠。但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神的交通甲团契，常常甲阮每一位台语堂的兄弟弟弟，对即马到永永远远万世代无煞。阿门。